乔乔，乔乔，你这个样子，都是妈连累你，妈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妈，你看，你就非得给咱俩都说哭了，你就高兴了。我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这两天清醒的时候就捣鼓这两句话了。我看你现在正常的时候比你犯病的时候还吓人。不许哭了，哭了丑死了。别哭了，我可不想要那么难看的妈妈。快了，来吃饭。快，好好吃饭。哎，妈，你醒了？叫谁妈呢？我妈不是你妈。我这不都叫习惯了吗？是吧，妈？你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啊，不叫阿姨。哎，国内的事情你打听怎么样了？消停点没有？泰国我真的待够了。国内要是好点儿，就跟我妈咱们就回去了。赶紧回吧。我还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那帮人有几个被抓起来了？怎么被抓起来的？我听说他们找到一个跟你长得特别像的女的，就把那女的给抓起来了。后来就被欧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欧阳给救了，他还配合警方把那几个人给抓起来了，现在还在牢里呢。有这事儿？还能有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？哎，苏姐姐，赶紧叫医生！哎。不会，妈，我，小雅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小雅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。小雅在呢啊，在呢，小雅。你没对不起小雅，你没对不起我啊，妈好着呢，小雅好着呢，小雅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会展公司的报价还是太高了，告诉他们，必须再降30%。可是欧总，那边价格已经咬得很死了，刘总说根本谈不下来。那你就告诉他们，以后不用再合作了。但是说话一定要婉转，而且你要暗示对方，欧氏每年有那么多的大型宣传活动和门店包装，还有新品推广。如果他们同意我们的条件，集团很可能会把后3年的活动打包给他们。欧总，这种事情都是刘总跟那边的老总直接谈的，我们这边够不到呀。我上哪儿找他们说去啊？欧总好。刘总，会展公司那边的价格还是太高了，务必再降30%。欧氏未来3年的所有大型宣传活动，可以当做条件打包给他们。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最低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换会展商。欧总，换会展商没有问题，可是那也就意味着目前定的4个场地全都要换了。只换会展商不行吗？欧总，您刚接手，可能还不太了解情况。现在是只要用这4个场地，就必须要经过这个会展商，而且目前最适合的就是这4个。如果全都不用了，那花精力找其他的场地可就麻烦了。照你这么说，现在不用都不行了。是啊，现在只能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地方节省开支了。场地不降价，我哪还有地方节省开支啊？欧总，您先别着急，原本这个价钱就是做不下来的。欧阳那边这几天怎么样了？他从各个部门都调了人去他那边，说是要重新策划宣传秀，但是到现在也没什么进展。
欧总，出去。我先出去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陈哲不管怎么说也是销售部的经理，你作为公司的副总裁，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下属吗？你将来要怎么服众啊？行，我错了。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预算还能不能再加一些啊？不可能。可是不加预算根本就做不下来的。那我也无能为力呀。去年的预算就超了，今年只能这么多了。我总不能把明年的预算拿到今年来给你用吧？那既然如此，你干嘛把这活交给我啊？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接啊。真够倒霉的，本来我能跟男朋友去度假的，现在被调到小欧总这儿来，天天加班。关键是有什么意义呀？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降低预算吧？场馆的费用、人员的费用、服装的费用，都已经最低了，还怎么降呀？再说了，这种事找咱们来做，咱们这群虾兵蟹将的能干什么呀？顶多也就打打下手。那关键所有的环节不都是各部门老大去谈的吗？把咱们困在这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抱怨呢？要不是今年你们策划部方案预算超了，至于搞得大家都这么神经紧张吗？什么叫我们超预算呢？我们之前超预算的时候也是跟你们财务商量过的呀，你们财务部是批了的，现在搞成这样，你们心里没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今年的预算财务部原来是批了的，那为什么到我们就不批了？为什么到了小欧总就要按照原本的预算做啊？这我们哪知道啊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大家都累了，回去养足精神，明天继续。林明啊，您刚接手，可能还不太了解情况。现在是只要用这4个场地，就必须要经过这个会展商。原本这个价钱就是做不下来的。我总不能把明年的预算拿到今年来给你用吧？那既然如此，你干嘛把这活交给我？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接啊。休息会儿吧。
明明啊，你这辈子最艰难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啊？我这辈子最初的记忆是在孤儿院。孤儿院的2楼，左边数起第5个窗户，因为那个窗户正对着孤儿院的大门。在那儿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垫着脚趴在窗户前面，看着门外。我就希望有一天，我妈可以回来，带我离开那儿。我每天就在那儿盼着，等着。曾经我一度以为，那段时光会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。后来，我爸领养了我，带我离开了那儿，给了我一个家。但是我从小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我爸为了治好我的病，把他所有钱都花光了，还借了很多外债。他没办法了，就把自己饭店的工作辞了，开了这家大排档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要去进货。可是我每天一睁开眼睛，都能看到他提前为我做好的早餐。那时候，我只有在放学的时候，才能在大排档见到他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我爸的衣服永远都是湿的，手腕每天都贴着膏药。一个跟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，愿意给我一个家，愿意当我的爸爸，还为我付出了那么多。可是我什么也帮他做不了，一点都分担不了。那种无能为力，是我认为这一生中最艰难的事。我还以为你会说跟陈哲分手的时候呢。你在法国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时候，难道不艰难吗？完全不会，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扛一扛，就都过去了。从我18岁起，可以打工赚钱替我爸分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艰难的时刻。我的好朋友思雨跟我说过，人不管遇到再难的事情，都不能丢失了自己，要学会跟自己说对不起，更要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。说的特别的好。怎么着？我们家小欧总遇到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了？别幻想，在我欧阳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你嘛。为刚才梅雅同学说的话点赞。今天正好有时间，请你俩吃大餐怎么样？好啊，走着。不好意思，稍等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很抱歉，不能请2位吃饭了。临时出了点状况，我得赶过去处理。怎么一说请吃饭你就有事儿啊？哎，这不是我的风格好吗？回头一定补上2顿 ，OK？ 拜拜，梅雅。拜拜，小黎叔，你快去忙吧。
急，慢慢说，什么情况？薇薇姐和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，我都不认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觉得我们之间有太多。喝酒吧，喝酒！在哪个包房？我也不知道，薇薇姐不让我跟着她。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你让老太太电话。跟老太太说，今天晚上薇薇住在我的会所里边，让她放心，明白吗？行，别说漏嘴了。没问题。喂。不好意思。薇薇姐。这样帅。面具呢？我待会儿去给你找一个去。其实很简单。你好，服务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见到一个个子大概这么高、留着齐刘海、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子？好，谢谢啊。谁呀？走错屋了吧？不承认。这屋就我一人，我认识你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走错了。继续。李总啊，经理跟我说，伟伟姐就在3个9那个房间里呢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妈的，坏我好事，我弄他！谁呀你？别多管闲事啊！滚！薇薇，薇薇。李总，李总怎么了？报警！啊！报警！
被我完美测验给迷住了。你要脸不要脸啊？要什么脸啊！我大早来脸那么挤，要什么脸啊？你要不是被我完美测验迷住了，你站这儿干嘛呆若木鸡的看着我？谁呆若木鸡的看你了？我是进来看见你在睡觉，我怕你着凉了，我好心给你盖毯子。我哪知道我走到这儿，我就不小心把这个电话给碰倒了。我不是怕吵着你吗？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去啊？回去干嘛呀？这么多事儿。你也不要太担心，我觉得我们一定能想到办法的。你看我现在像是担心的样子吗？啊？我当然知道一定会想个办法的，对吧，兄弟？哎，走，陪我吃早点去。走啊！快点！我挺快的。那个策划部的小赵真这么说的？嗯，这里面的水好像还挺深的。我想了一个晚上要怎么跟你说，最后我想明白了，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你姐姐在故意磨练你。他这不是故意磨练我，他这是故意算计刁难我。不会吧？你看啊，我去各部门要人，各部门就给我派来几个虾兵蟹将，我去找他们老大，结果我就处处碰壁，他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哎，来公司旁边的那个小江南来找我，快点啊！想看我笑话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难道除了他们4家场馆就没有别的可代替的了？我觉得你还是先吃早饭吧，吃饱了肚子才有劲干活呀。过来。站那儿！李薇薇，你看看你全身上下，还有没有一丁点正经女孩的样子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女孩子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跑到夜总会鬼混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小谭妹？你觉得你自己很能玩得转吗？如果昨天晚上司机没有及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有及时赶到，你被人下药迷奸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不是也没事儿吗？你不是及时赶到了吗？那如果没有及时赶到呢？如果你真的被人强奸了呢？人家玩完你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你连根毛都找不着，我想想都后怕。如果你受伤了，你会给你自己还有我们全家带来多大的伤害？我以前觉得你只是贪玩任性罢了，
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妈送你出国留学，不单单只是让你学习长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让你成人，让你成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之所以跟别人出去玩，就是因为我被别人欺负了，你连帮都不帮我一下。告诉我，昨天晚上那些人在哪里认识的？要你管！告诉我，温馨洋洋认识的怎么了？李菲菲，打你算轻的，我要不打醒你，我就不是你亲哥。明天开始，我会停掉你所有的卡，你去离家老店给我洗盘子，2000块钱1个月。什么时候想明白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别想着去告状，家里人再疼爱你，如果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的话，他们照样会同意我的做法。更别想着逃跑，我会派人24小时盯着你，你的车没收，想去哪里，司机小赵可以送。明天开始去离家老店报到。会展中心的场地实在是太大了，内衣秀和彩妆秀放在那儿，简直就是扔进去连个涟漪都看不见。还有那个顶层那个泳池，价格也太夸张了吧。再有就是办一个儿童服装秀，至于把整个游乐场都包下来吗？我真觉得实在太浪费了。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太累了，睡着了。你今天晚上还要加班？你甭管了，我就好好休息。蒋玉龙，送你们俩回家。放心吧。走吧。林小姐，我不得不说，你对欧阳的影响真的很大。之前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努力，看来这一次他要死扛到底。我对他的影响，我想你可能搞错了，我没有影响他什么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可能吧。麻烦送我去买宵夜，然后我们回公司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半夜给我送宵夜，这么好心。老板都这么努力，我这个当员工的当然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啦。仗义！哎，你来正好，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，这事干不了，不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不干了？嗯。这就是你发愤图强想出来的结果。我可是舍弃了我睡觉的时间来陪你在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。你告诉我你不干了？
先别着急行不行？我话没说完呢，你冷静点。我是说这4场秀不干了，干不了。你想啊，要是按照他们规定死的道路上走，那肯定是走不通的，对吧？就这么一条道走到黑，那只能等着他们看怎么笑话了。所以啊，咱得想一个新点子，开辟一条新道路出来。什么新道路啊？我还没想出来呢。气什么气啊？那不得慢慢想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赶紧吃饭，吃饱了肚子，我陪你一起慢慢想，加油！加油！小雅，该起床了。小雅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昨晚几点回来的。坐吧。这几天你没有回家，你就跟那个林美雅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前天是我自己加的班啊，昨天是我们俩在一起。大晚上的办公室，一男一女独处一室，你说你们是工作关系，你说了我就信你呀。儿子，我刚刚当着全体高层的面，澄清了你和他的关系。可现在来看，公司里的传言明明是真的了。爸，我跟他只是在工作，因为姐派给我的活预算上有些问题，我跟他就是熬夜加班想解决的办法呢。那其他的员工怎么都回去了？各部门派给你的人回去睡大觉，偏偏你们两个在公司熬夜加班，啊？爸，我以为之前林美雅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也相信我们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林美雅在骗我，所以我现在决定马上开除她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傻儿子，你别再心存幻想了。像他这样身世背景的人，我绝不会让他进欧家的门。爸，我没有想让他进欧家的门，
我让他当我的秘书，就是因为我欣赏他，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好，说吧，啊，爸，虽然林美雅看起来有时候蠢点、笨点，但是她善良、乐观，懂得感恩，她很坚强，她三观很正的，充满了正义感。爸，你不了解林美雅，虽然她是个孤儿，虽然这个世界对她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，她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乐观、积极、努力地活着。她的存在就是时刻告诉我应该怎么活着，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怎么样活着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告诉我。反正不是我以前那个样子。